第一本千万字，逐工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有一句俗语讲：真金不怕火炼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就是拍，读拍啊拍第三条。台语字典解说拍，就有惊惊意思，咱讲忌拍。假使若是唔惊，咱讲不怕；唔惊死，咱讲不怕死；啊，若惊死，咱就讲怕死。有一句话讲：怕死非忠臣，意思就是讲忠臣唔惊死。另外，嘛有真侪俗谚语，拢有讲到这个怕，像讲不怕官，只怕管；不怕离愈晚，只怕会修短。也个有心理武侠，不怕鬼，拢有这个怕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可怕，这意思是讲，互人感觉会惊。第二个词是一个古早词，读做拍拼，这意思是讲惊甲其他物件来比较，像讲会拍拼，就是会惊比较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比如讲，咱咧讲外行看雾雾，内行看功夫，卖物件唔惊拍拼，唔惊会比会，敢若烦恼人唔捌会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拍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